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0月24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港股近期喺25,000點附近反覆波動，暫時都冇明確方向，亦冇乜強勁利好消息支持。恒生指數上星期急跌超過1000點，跌穿咗10天、20天同50天移動平均線，技術上已經進入中期調整階段，顯示市場走勢轉弱。特別係喺中美貿易戰升溫嘅背景下，市場情緒明顯受到壓抑，投資者對後市展望變得更加謹慎。雖然有分析認為，港股可能因為恐慌情緒消退而短暫反彈，但技術走勢顯示指數有機會再試100天線嘅支持位，短期內都難以扭轉調整趨勢。中美貿易關係繼續成為市場焦點，貿易戰2.0嘅擔憂令市場波動加劇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嘅言論稍為降溫，並計劃同中國領導人會面，不過市場對談判前景仍然有懷疑。亞太經合會前雙方加碼壓住，令不確定性再度上升。受呢個影響，資金流向黃金同美國債券等避險資產，港股購買力轉弱，市場風險偏好下降。另外，恒指上星期五出現10天線跌穿20天線嘅死亡交叉，進一步確認短線走勢偏弱，短期內可能仲會再試低位。雖然市場面臨多重壓力，但都有啲正面因素為港股提供一定支持。市場預期中共20屆4中全會有機會釋放超預期嘅利好政策，特別係中央喺宏觀經濟仲未完全穩定嘅情況下，仲有足夠政策空間，有望提振國企股同港股中期表現。另外，如果中美關係能夠緩和，尤其係喺亞太經合會期間領導人會晤有進展，都可能為市場帶嚟短暫回穩嘅機會。不過，呢啲正面預期暫時仍然受制於不確定性，投資者以穩健策略為主。總體嚟講，港股短期內仍然會喺波動同調整格局之中運行。中美貿易談判進展同4中全會政策力度都係關鍵變數。市場情緒受到中美關係緊張同人工智能熱潮降溫嘅影響，投資者信心依然不足，需要密切留意亞太經合會前後嘅最新動態。雖然有反彈嘅可能，但技術面同宏觀環境都顯示下跌風險仲未消除，投資者應該保持謹慎，優先考慮避險策略，並且隨時根據政策同國際形勢變化去調整投資組合。